感动时刻，我们要带您来去客庄住一晚。这一集我们持续的探索高雄美浓，提到了美浓这个客家庄真的很特别，很多客家妈妈们大团结，设计了很多 DIY 的活动，像是美浓的拓染啦，还有稻杆编织都非常的有特色，还有很多美浓人难以忘怀的家乡味，像是客家米苔目，还有手工的黑糖馒头。在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都要透过镜头带您一块来品尝。客家文化纸伞之美，走一趟美浓，可以看到许多老传统在眼前发光。为了让美浓更有趣，广陵社区的妈妈还有稻杆编织，让游客体验。3条的圈圈要一样哦，不然等一下会高低不平。这些稻杆早年在客庄可以包东西，可以铺床保暖，现在大部分都是直接烧成灰烬。不过要唤起儿时记忆，所以妈妈们设计编织 DIY。做好的稻杆编织贴上春联就变成装饰品了，当然也可以放上相片，装在客庄回忆。对，很有趣。好，所以我今天刚刚挑的呢，都是属于嫩叶。装的美丽花草也有敲拓染 DIY。顾名思义，就是选好自己喜爱的花草，用石头敲打，一步一步依照自己喜爱的构图，跟着客家妈妈的手艺，也可以做成自己喜欢的花布。要不要讲一下那个设计的概念？蝴蝶哦，中间这个是蝴蝶，然后我们可以慢慢的就是让它密集一点。好，这里就会慢慢那个形状会越来越明显。坐在地上，感受的是农村生活的淳朴，手做的感动握在手里，也存在心里。广陵社区的信仰中心顺化宫旁边有一间不起眼的杂货店，不过里头暗藏玄机，它卖的是美浓人忘不了的客家米苔目。大骨熬成的汤头，用豆芽、韭菜，再加入米苔目，美味开始飘香了，再放入青鱼罐头、客家油葱，这一整碗端上桌，真的很有妈妈的味道。像美浓的面一定都会有我们做的那个油葱酥，这样这个是跟外地不一样的，对，就是家乡味。对。游客闻香而来的还有这个黑糖馒头，出炉的时间，婆婆妈妈就会上门了。这个都是用手工做的啊，所以做起来比那个搓的馒头那个面团比较 Q。它是一般馒头的2倍大，这是老板娘的心意。因为我这边比较多那个做农的人，太小粒他们吃不饱，大的话他们才吃得饱。品尝难忘的家乡味，感受浓浓人情味。走趟美浓，贴近客庄，每每总有无限感动。手做的创意让稻杆相框保存客庄美，烹饪的古法让米苔目流传客家味。走一趟客家纸伞的故乡，收藏满满感动时刻。